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雄竹。先开始，咱就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8420个本土病例，嘛有新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内底有一个是20通会，伊做过3档 BNT 预防下无慢性病史，对发病到当前死亡无到1礼拜。另外，为着要保留医疗量能，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宣布讲，对即马开始无症头也是轻症的确诊者，要超过80岁才会当去住院，而且住院嘛袂使超过5天。全台疫情一直拖，初时新增加28420例本土确诊，有5例死亡，包含台北5538例，台中1680例，高雄1021例，贵人1003例，这县市确诊超过1000例，新北市增加达到10151例。全台为着人数2年来总计超过20万人，对着5例死亡的个案，其中1例是进前公布20外岁当前的女性，20岁年龄层头1例死亡，捌做过3档的 BNT 疫苗，本身无慢性病史，4月2日发烧、落屎、就医采检确诊，2到送急诊，手术交互病房，虽然插管来急救，需要瑞德西韦这药物治疗，因为在5月初1出现心室震荡，不幸死亡。目前初步是先排除有合并细菌感染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死因研判还是因为新冠肺炎合并有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多重器官衰竭的。即阵全台有52493人确诊，伫厝照护，什么时阵检查阳性就当作是确诊，但是中共爱等到疫情高峰降落去，即有5、20会达到高峰，这2天会先公布适用的对象，以伫厝隔离者风险较悬的对象优先。为了扩大医疗量能，指挥中心修订轻重症分流，中重症患者拢安排住院治疗，若无症状轻症的确诊患者需要80岁以上才收治病院，住院的天数袂超过5天。另外，70到79岁、65到69岁，而且家己一个人住，有薪35礼拜以内是住伫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也是防疫旅馆。另外，69岁以下，而且毋是65到69岁，家己一个人住，适用伫厝照护。轻症则无症状者住院以5天，以不超过5天为原则。对新北市一天确诊数头一摆超过1万例，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也毋是上悬点，确诊也有伫厝隔离、伫厝照护人数加起来有77841人，爱紧落实伫厝隔离转型，取消电子围篱，变成主动的自我居隔管理，所以居隔的对象是同住亲友。估计再过几天，你再好3到4天，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单台北市就会破万了。台北市长郭文天因为随后确诊，改采时程主持记者会，分析台北市3天4天了后，一天的确诊的超过1万例，所以讲台北市呼吁快速检查阳性的才做 PCR。记者陈华报道。台北农产分销公司的大台北果菜市场，生理人出入，即马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个人，所以对5月初3开始，即马是规定要有快筛阴性的证明，才通入去拍卖市场。若昨昏一个手就验出10个阳性。另外，上新的消息，警政署长陈家钦昨暗嘛证实讲，伊去画到无明显的镜头，算是轻症。要去靠近到我们的拍卖，业者会在这边吗？对，业者都站在这边，对，会有个拉个距离，跟去年一样嘛。随时暗11点外，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甲北农看出入口管制进行，因为确诊人数继续增加，自初3暗开始实施快筛阴性才能入场的新规定。承销人员、工作人员伫入口的所在接受检查，前一天无领到汽车现场领做测试。你刚刚有交快筛机就对了。有啊，嘿嘿嘿，我没你交啊。因为政策雄雄宣布，业者第一天袂火传汽车，市府赶紧调4000剂快筛来用，昨总共验出10个阳性。袂使入去只好转去，严阁有承销人员私底下讲，无做就无钱通赚，恐惊有人会另外想办法入去。果菜市场内面的人落难上百，感染的风险敢一定就较悬。口罩什么啊？已经炸嘞，太消毒啊咧。云林的赛利镇，伫咧过去3天累积的确诊人数127人，全关上侪。管府伫咧有可能甲赛利果菜市场有关系，公所讲管府安尼讲会影响市场交易。我觉得它有失公允啊，而且它也严重的伤害在我们市场里面辛苦工作的农友、盘商，跟也会影响到全国其他的盘商，他们是不是愿意进到我们市场来交易？
在地顶公所讲，市场即马逐工拢有加强清消，81位工作人员有80位做过3期有风车，希望县府比照台北市提供快筛试剂给市场的人员。也拿台北市加紧批发市场，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本来排5天休市，即马搁再增加4天，加强环境的清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国内即马6岁至11岁囡仔已经会当开始注意风车。政府即马有设一个系统，要追踪18岁以下囡仔注射了后的状况。医生轻声细细，甲囡仔解说注疫苗了后可能会情形，互囡仔放心。因应初日开始，6至11岁囡仔开始注疫苗。疾管家去年建立台湾 V-Watch COVID-19 疫苗注射健康汇报系统，为初3开始，将18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纳入追踪监测对象。父母来代为填写孩童的一个接种健康的回报，哈，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父母帮我们填写的这些孩童接种疫苗之后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资料来做进行安全性的监测。另外，头一批2000份儿童专用的 BNT 疫苗，伫初时透早到台湾。2000剂不是拿来当做广泛施打用的，是来当做检测或相关的一些实验来做使用。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打 BNT， 那可能就要等到他这一批大概应该是77万的儿童疫苗进货的时间定了，我们会跟大家来做报告。什么时阵开放12岁以下的囡仔注 BNT， 中央也无时间表。家长目前收到疫苗注射意愿书，敢若莫德纳的选项，互不少家长还搁伫看。不过，莫德纳最近提出第2、第3期临床试验结果，针对差不多3500个6个月至6岁以下囡仔，疫苗剂量比6至11岁囡仔搁减一半，同款注2剂。为安全性评估来看，临床试验里发烧比例比6至11岁囡仔较低，无发生心肌炎加心包炎这个副作用，也无死亡案例。所以莫德纳伫4月28已经向美国 FDA 申请6岁以下囡仔新冠疫苗紧急授权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湘北的病例多，有一寡确诊者是大学生。即马就风声讲北部有一寡学校大学唔知要安怎处理才会去会着的学生安排有引起争议。教育部即马是表示，总共学校隔离宿舍无够，会当向疫情指挥中心去申请集中检疫所。若总共学校要征用宿舍，安尼是健康的学生，教育部就提供补助，互因去住旅馆。无确诊的学生甲确诊，阁有隔离当中的学生大做伙。确诊的学生互安置伫咧灶骹，快筛阳性的学生伫咧会议室困涂骹。这波本土疫情爆发了后，虽然所有大学去互亚讲隔离的方式有问题，因为现在真的整个规定也很乱，所以你说当然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但好像其实也没有办法。确诊甲隔离的学生增加，大学的空间有限。教育部初3搁找大学的防疫长沟通，而且决定讲，原则上会协助个案转去厝。若是无法度转去的，会安置伫咧学校的隔离宿舍，也是校外旅馆。若是即寡所在量拢无够，会当甲地方申请集中检疫所。若是真正拄到困难，教育部会当请指挥中心协调。地方政府这里，部长您跟指挥中心有没有沟通好？会不会又发生中央地方把这个确诊学生互踢皮球的状况？如果有确诊的学生呢，我们可以直接协调这个集中检疫所来暂时的做好比较适切的安置。那大学征用隔离加检疫的宿舍床位，达到全校宿舍床位的5%。教育部补助隔离1床1万，检疫1床5000。健康的学生若是因为宿舍去互征用，会当刷去住学校附近旅馆。如果他们出去外面去处理他们自己住的问题，那是给这些学生的这个费用。他本来在学校有缴住宿费的费用，那到外面住一定不够。那我们希望我们跟学校就是要来协助。潘文中强调讲，转去厝的防疫客停车钱，健康的学生住伫咧校外旅馆的相关费用拢会补助。开偌济就会当报销偌济。另外，为着避免时间差，只要学生快筛阳性，学校就应该看做新的确诊个案，暂停现场的课程，开始做疫调，相关的机制嘛要随启动。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啊，今仔日水气减少，各地回温，西半部的高温有30度，严格东北部同款有机会会有局部大雨。咱做伙来看分图。
今日是透东北风，这方面有局部地渐阵雨，尤其是东北部雨会较明显。气象局伫早起有针对基隆、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西半部今仔日拢是好天到济云，各地日时温度拢会回升，高温有27度至30度。这款天气会维持到拜五，若刷落来西半部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3度。严格拜六开始有方面的瓦见，水气阁会变济，天气会转做不稳定。若礼拜日无真济，有第二波的黄霜雨方面会到位，所以有的所在阁会开始上大雨。春天天气较无稳定，乡亲爱斟酌天气的变化。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美国联准会已经宣布要升利息，佮要升2码，这是最近22年来幅度上大的，要来控制通货膨胀。若美国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8.5%，这是创下40年来新高。联准会主席鲍尔就表示，升利息的目的就是要稳定物价。美国联准会结束2天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会议 （FOMC） 决定要升息2码，将利率调升到0.75%到1%之间，并且会伫咧6月开始缩表，也就是将货币政策缩减。Inflation is much too high, and we understand the hardship it is causing, and we're moving expeditiously to bring it back down. The labor market is extremely tight, and inflation is much too high. Against this backdrop, today the FOMC raised its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half percentage point and anticipates that ongoing increases in the target rat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will be appropriate. FOMC 委员会伫随时投票同意升息，来控制创40年新高的通膨，也讲从1981年12月以来新高的美国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8.5%。严过鲍尔也讲 ，FOMC 无考虑升息3码，未来几场例行会议应该维持升息2码。市场分析师认为，美金可能会得到正强的反弹动力，升息无一定会互经济衰退。Our economists are not projecting recession at this point. While we do think that the second reading of first quarter GDP will actually come in a little bit weaker than the first one, but we do expect the second through fourth quarters of this year to post GDP increases of more than 3% each. So right now we are not looking for 2 successive quarters of GDP declines. 联准会公布要升息，也强调无啥可能的强升。美国股市伫咧随时开盘有起有跌，严过尾盘反弹了，大幅度收悬，中场三大指数的起盘伫咧2.81%到3.19%。公司新闻田伟玲5期抢编辑。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达成法官禁用多元化，司法院伫今年打算推出司法史上头摆学者专做法官的新制度。这个学者的年资专业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准，才有专任的资格，而且要通过资格考加而且要透过遴选，按算上紧伫每年就当正式做法官。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昨昏初审通过灾害风险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增加中央会当看地方财政的需求，伫地方成立前进指挥所。另外，法律嘛新增加禁止拍卖灾民的永久厝。若专案唔免党团协商，所以这个会期有机会会当完成商讨。来看中国时报。台湾宅配通有一个经理4当前超时加班，塞车去支援送货，搁风对淡水调去新店上班。因为上班时间伤长，工课伤过忝头，伫上班的时不幸心脏病发作，才过往去。加上即马向公司要求赔642万，一审的时即马法官是判公司要赔353万，专案也可以当上诉。来关心快筛检名制已经实施啊，真侪民众即马是怨叹，讲排队嘛是共款买无，因为真抢市，所以有人去买着了后，就贴价伫网络顶头卖，过一手搁趁一条。警方即马是表示，安尼施作是违法的，上悬会当罚100万。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讲，第2回的快筛检名制按算5月15进前就会启动。药房外口还未到开始卖快筛试剂的时间，都已经排队排到落长。快筛检名制实施了后，真侪民众想要买快筛试剂，不过动作若无够买了，就清在买无。没有了，对，还是有排队的现象了。每天大概比如说2点购买，
大概12点多就有人在排了，但是大概半小时，大概全部卖完。快台试剂真抢市，即马竟然有人开始想空想芳。有人并且社团公开伫网络顶咧卖快台试剂，未记知影政府有规定，煞乌白绑架偷偷咧卖，甚至有人还佫要求讲唔通甲伊举报。不过伫网络顶违法卖快台试剂，民众敢有要买？我本身不会做这个事，我也不赞同这种做法。我觉得政府的实名制，大家如果有时间抽空来排就好了。我自己是也有买啊，因为还是就有时候就没货啊，一个差不多差250。快台试剂买卖出现乱象，家人有市议员接到消息，若像有人甲政府的快台试剂绑架摕去卖，佫共加趁一手，这款的行为若是真实的，是已经违法啦。如果有贩售的行为可能会罚3万块，到最高可能罚到100万。快台试剂情形即嘛是乱糟糟，有检调发现讲，台中有无心的业者制造无经过核准的快台试剂，互民众伫咧厝内插镜头的回来做检测，这个产品已经流入去市面的啊，而且卖互超过90间通路，嘛已经销出去超过23万支啊。目前有入倒转来有7万外支。也若高雄地检署是办到有人偷用药商的名义，非法生产快台试剂，甲检验的化学液体咧卖。涉犯刑法伪造文书、诈欺及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民众小济咧买快台试剂，有立委表示，就算中央实施快台徛名制，快台试剂也是真好买，要求法务部来厘清讲，敢是有人挑工绑架或者是囤货。法务部呢也有发函给那个卫福部了哈，需要把这个快筛剂呢列为防疫物资啊。那据我们了解呢，他们也在牵办中了哈。法务部表示，快台试剂本来来做是防疫物资，若是有人绑架或者是囤货，除了下用宪法的规范，嘛会当按特别条例来裁罚。面对民众怨叹讲一直买无快台试剂，指挥官陈时中嘛讲，按算第2轮的快台徛名制会伫5月15进行施行。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确定病例加真济，电子围篱监控也个发隔离通知书的工课是袂付起，地方政府是做袂起，所以目前有咧讨论讲，咧甲电子围篱的管控来取消。啊，若隔离通知书，真侪人拢已经解除隔离啊，佫也未收到。有人嘛怨讲，请假、请保险拢已经受影响。通知书，你是居隔完了，然后你居隔完了，要拿通知书。你20岁以下。20岁以上，那你有收到讯息吗？他没有传给我。你没有收到讯息，好。卫生所人员伫门口协助民众办理手续，这几天上接拄到情形，就是等无居家隔离通知书，也是解除隔离通知书的民众，因为电话卡未通，嘛唔知安怎处理才好，只好直接来卫生所问安怎办理，因为无这物件，工作也是读册都会受影响。对，因为现在公司是没有解隔通知，他不让你进去，然后再来是你薪水也不知道怎么算。对，因为现在不知道是要请病假还是说另外之类的。因为中央的通报系统大塞车，一直拄到有影响这种情形，困扰的唔那是民众，卫生所人员各个安怎拼嘛做袂完。搁再讲，这几天确诊加居家隔离的人数加真侪。除了卫生所人员一直加班，电子围篱也互警政甲民政人员无用甲变贵。中央甲地方政府当地讨论，是不是互电子围篱退场？时间这么短，那然后成本这么高，然后有一些的困扰，因为量很大，那警政也会消耗很多的力量在上面。好，所以是考虑跟地方要来讨论这个事情。陈市长坦白讲，居家隔离剩3天，民众摕到居家隔离单甲启动电子围篱的时间，有可能是3天后的代志。所以地方政府一直开各关电子围篱，时间短搁了成本，听候中央甲地方达成共识了后，就会退场。记者综合报道。稍来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2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848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已经超过202418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统计数字是超过115万例，日本已经超过798万例，韩国超过17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即阵超过83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超过2800万例。
再来关心战事，这是乌克兰即马表示，俄罗斯的军方已经对马里波钢铁厂开始攻击，有风声俄罗斯军方已经进入钢铁厂内底，那内底乌克兰的军队已经被包围。不过乌克兰对外表示，因会继续抵抗。另外，欧盟要推动禁止运送俄罗斯的石油，不过匈牙利投反对票。 Вже другий день, як противник прорвався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заводу. Йдуть важкі кровопролитні бої. 这段影片是亚速营指挥官崔世禄的，根据判断是家己翕的。乌克兰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讲，俄军已经进入钢铁厂。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无法度证实相关的讲法，目前认为至少还有200位平民伫咧钢铁厂内边。俄罗斯讲，初5到初7 3天的日时会暂时停火，让平民离开。Для безопасной эвакуац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из зон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ежедневно открываютс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и объявляются режимы тишины. Остатки боевиков,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промзоне завода «Азовсталь», надежно блокированы по всему периметру дан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 националистам. 对俄军讲已经完全控制马里坡，乌克兰外电库列巴是否认。 Azovstal, the stronghold, the last stronghold of Ukrainian resistance in Mariupol, still holds. 根据美联社调查，俄军伫咧3月16对马里坡剧院的空袭，造成要甲600人死亡，比官方估计数字加2倍。也是这场战争到即马已经知影的对平民的攻击上严重的一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用心咱做回来看世界。 瑞典拍算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表示支持，嘛答应会提供安全保障。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有2款新型的 Omicron 变异株，和南非的疫情更加悬，目前已经咧严格监控。继续关心美国，确定病例搁咧增加，美国的死亡人数即马已经超过100万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传出去话着，那伊最近是无甲拜登有接触。 镜头甲等下咱国来，咱来关心代替工会5月7日劳动节是依法休假，唔加班。即马因个呛声讲，刷落来5日节、中秋也有双十节到年底选举，因共款拢要正常休假。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强调，会继续和工会参详，希望5月23调解协商进程会当有共识。2个势力对撞啊，您自己认为谁赢了？都输了，都输啊？对。 对，那谁输的比较多？民众输的最多。5月1号这一天，台铁当讲是无几台火车咧走，台铁公司法修法引起工会不满，今嘛化工啊，除了5日节中秋国庆，就差11月26号投票嘛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啊，拜四台铁局长会先甲工会来讨论，了后伊嘛要亲身来对话。台铁企业工会回应表示，愿意甲交通部公开来对话，直球对决。不过有在野党立委是质疑，也是执政党用国会实出优势来通过代替公司法修法，根本唔免烦恼5月1号的状况再度来发生。明天早上，在这个整个工会包括分会理事长都会到台北来，我们局长会跟他做2个条例里面做一些讨论。几名立委嘛要求交通部唔通再用类火车安内讲法。这是战舰，这个这是类战舰吗？ 交通部所做出的替代方案叫做客运接驳，我们不要用话术，拜托拜托，不是话术，好，务实的告诉百姓。是那英文要怎么翻嘛？哈，你不用翻英文，台湾人民都看得懂国字。王国材表示，这届旅火车总共是派出255台巴士，差不多是开300万，乘客人数是超4000多人次。不过王国材是希望甲工会对话当顺利，唔当过安内状况再度来发生。记者张志宏、张良雄台北报道。 体段大车饼，上新消息，咱来看听众奥运比赛第3天。好消息是，咱的羽毛球团体赛有摕到铜牌。羽毛球团体赛铜牌战，咱是对韩国，尾啊咱是以3比2摕到铜牌。另外，空手道团体赛是摕到第5名。接落来比赛包括高雅茹要挑战10米的空气手枪，也有乒乓的团体赛，即嘛已经开始拍。接落来，咱来看今仔日有倒一寡比赛项目。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免道车就通做 PCR 采检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因过有真侪人伊快筛毋是阳性的，甚至拢无带性注本，也是有约就走来。致使现场大塞车是塞甲真严重。市府即马是呼吁民众快筛阳性的，而且爱性注本才通来。车牌正长，才有顺序听候进入车内所做 PCR 检验，医护人员正细致替民众做检测。台北市树林北道科技园区即马开设车内所 PCR 检验，快筛阳性的民众会当开车、骑车还是行路来，除了做 PCR， 有镜头的原来会当直接领药啊。我们就希望说有预约的我们先做，那没有预约的话，我们可能要另外让他再去做一些等候，先把有预约到的部分先消化掉。那还是呼吁市民朋友，大家一定快筛阳，带着你的检体再来这里，这样才不会造成医护人员更大的负担。为了避免造成医疗院所的负担，减少时来看病排队风险，台中6间大型病院也宣布用快筛阳得来速服务，伫室外就会当快速完成挂号、看病、交钱也干领药啊。可能有发烧、身体酸痛、有止咳，可能甚至有点鼻塞，甚至有一些人有肠胃炎的症状。所以这个药物的种类主要也是针对你这些症状来提供。那抗病毒药物都比较特殊，原则上这个是要入院以后，经过医师的评估，需要使用才会提供。另外，为了避免无必要的接触风险，有一寡病院也增设快筛阳性实时门诊，鼓励民众先向医师线顶询问，照病情严重程度，采用分流处理。民众如果发现自己是快筛阳性的时候，是可以到本院的一个超链接，我们的网页上面去挂号。挂号很简单，反正你就挂进来，礼拜1到礼拜5上午、下午都可以。看诊的时候就是连上一个视讯网页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影像上面看到彼此。最主要是要评估什么呢？他的症状是不是明显，严不严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个分流。李伟强表示，实时门诊的好处是唔免让民众走去病院排队，若是症头严重的，经过医师事先评估，直接转去急诊就医，就会当甲无症头的，也是轻症的做分流。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也毋过因为本土疫情滚价，真侪民众拢取消订桌要改包回去食。台南的阿哈饭店嘛已经决定讲，暂时无要开放，互人客店内底食，敢若会当包回去食。另外，今年1月份，在高雄港有发生群聚感染，真侪业者当时就无开放伫店内食，一直甲单，真侪人客嘛是已经惯势讲包回去食。业者就表示，即马会看疫情才做调整。餐厅门口大无开放内用，工作人员甲餐饮交予人客。本土疫情一直欠管，台南出名餐厅阿哈饭店，家己决定暂停店内食。用餐都是聚餐的形式，那大家一定会把口罩拿起来，其实风险算蛮大的。对，主要是担心这个，然后再还有同仁很多有家里没有小孩或是老人，没有完全打到疫苗。那阿哈台南东区原来有面馆，为4月底就禁止店内食，生理人2成。就是自我保护吧。谢谢这些店家哈，他们有非常高的防疫意识，因为停止内用哈，坦白讲对店家的收益哦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市长王伟铁感谢店头有防疫观念，进前1月因为分店有确诊者来过，出名的素食业丹丹汉堡也捌宣布禁内用，2月底才搁开放。分店表示，目前总店无指示搁禁内用。现在已经没有内用的习惯了。民众采选后直接早走。高雄1月发生高雄港规定烧毁，邀餐厅家己暂停店内食，因为疫情民众消费已经变做早走的较济，店内食较无3成，是毋是搁禁？业者表示爱搁看。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采用外带为居多这样子，然后加上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同仁都已经完成100%的一个疫苗的接种。虽然无禁店内食，不过人客离开随喷酒精消毒，确保顾客甲员工的安全。高雄确诊数一直增加，甚至采取禁餐厅内用这个严格做法。市长陈其迈表示，会根据整体疫情状况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林有一寡庄卡所在，艺术资源甲都市是袂比的。为着要改善这款状况，有一寡在地艺文人士靠家己的力量办免钱的音乐课程、跳舞课程，互当地人方便接触艺文活动。
民众学本萨克斯风，学生一步一步来学国际标准舞。伫都市若要学才艺是真方便，毋过伫婚林的庄卡，艺术教育的资源较欠，找无老师教，嘛无所在通好学。为着要改善这个状况，四游有一个少年人教出来的人做伙经营石头厝，要甲这变成推广艺文的据点。因为在管乐当中来讲，萨克斯风是比较好入门的。刚好我们家有场地，地方上也有，就是同样朋友也有兴趣，那就大家一起揪起来，一起来学。为着要互庄卡囡仔体验国际标准舞的趣味，舞蹈老师蔡秀慧嘛特别转来婚林，伫北港、四湖、麦寮办免费的课程，希望会使伫家己的故乡培养出学舞歌手。我回来云林县，我真的讲没有看到人家在教这个儿童班，国标真的很贵，艺术的东西非常的贵。那有没有机会我在云林也培养出我的在地、我的故乡的学生，能够代表台湾去参赛呢？这是我的愿望。除了私人的课程，麦寮图书馆嘛透过推广乐图的方式来办免费的插花、加纸等等的课程，提升乡内的艺文气氛。来借阅10本书就可以享有这个报名的资格。我一直希望能够说把阅读这一块带到每一个地方，让我们孩子们能够从小开始阅读，让每个孩子也都能够学习。虽然庄卡的艺文活动比都市搁较欠，不过经过真侪人的打拼，主动提供资源给偏乡地区，目的就是要减少庄卡甲都市的差别，互婚林者的居民会当搁较方便来学才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英良国小去年有送每一个学生囡仔一个钱筒仔，经过一冬的时间，侪囡仔伫讲即马是落甲甜一甜，所以即马要甲这个钱捐予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甲爱传出去。台中大理英良国小的囡仔，大家人手里拢掠一只甜公，看出来这寡钱筒仔已经落满银角角，这拢是这寡囡仔一年来打拼欠落来的。原来因即马当咧排队，要甲这寡钱捐予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我想要帮助特殊学校里面的身心障碍的学生，让他们可以健康。还有，因为要把更多的爱传出去。这寡提供是去年家长会送予囡仔的礼物，目的是望囡仔有欠钱，好天成绩好来年的观念。但即阵，佫配合上爱心的活动，要互囡仔了解甲爱传出去的意义。除了捐提供的活动，学校嘛举办市啊，互学生伫咧走廊摆摊，甲家己已经用袂到的物件，替因找到新的主人。不只是金钱上的，那我们的孩子学习到这些技能以后，将来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好的发展。那这个爱心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出去吗？有卖出去。一寡囡仔兄囡仔姐拢生甲真欢喜，毋若找到家己喜欢的物件，阁会当帮助别人。其实即届活动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毋望学生学晓珍惜家己的物件，若是有能力，嘛会当甲爱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各行区提供台积电去抢房，宝山乡的第2期计划，因为开台进数电用适应小弟电用引的网就伫丁修的范围内。因后代子孙就表示，因祖先对新竹的开发有正大贡献，所以是望新竹县的文化局会当甲网园登录做历史建筑，加一部分保留落来。一大群人来到郑用进墓地看早，在甲后代子孙详细向委员绍介墓地的历史以及过去祖先对台湾的贡献，希望会使将墓地一部分保存落来。郑家呢是等于整个主导整个新竹工业革命的一个先驱。那这个在这个对新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也有贡献的。那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新竹这块的历史，它的工商发展的历史，还有它的人文的历史，能够让我们在这里
把我们的祖墓保留下来。他不管对科学园区的产业，包括商业等等，它是居功厥伟的。那你不留先人的古迹，那你要留下什么呢？第一个子孙讲，并无拒绝土地征收，也是要求更较悬的补偿费，只是单纯希望墓地部分会使登录成做新德馆的历史建筑，保存对地方有意义的人文资产。那刚才郑家也提了很多，他在一些历史脉络部分，我想委员都会听进去的。那后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那个审议的审查小会议来审查。那到时候还是会请那个郑家的那个后代来陈述意见。目前文化局暗算5月底依照文字法规定进行定书审核，讨论相关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湾师范大学有一寡学生是甲南管新音剧剧团做伙搬高架戏，希望甲这款特殊的戏剧继续传承落去。舞台上当咧搬的这出高架戏《金香莲》是由南管新金剧剧团甲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学生来合作。这个交加的形式呢，就是前场唱的部分呢，唱的是南管，可是呢后场这个伴奏还有这个音乐呈现的部分呢，是用北管。那它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让人觉得有缓有快。规出戏用手南管七角戏的传统文戏为主，融合武戏甲北管，展现南北高架是高架戏的特色。这种戏的模式流行伫台湾光复进前，后来真侪团转做歌戏团，嘛互高架戏更较细微。即马除了家己人咧学，嘛伫学者的协助之下，开始培养学生。阮拢用阮家己的家族啦，家族出来学较济。最近有招一寡学生啦，希望讲社会这个人士对咱这个传统文化重视一开始当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南管怎么跟这个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学了之后，久了之后，原来它是有它的逻辑在。苏代表示，南管新金剧剧团会使讲是台湾即马唯一通演出高架戏剧团，希望透过校园巡演，让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会当传落去。新金剧剧团嘛讲，接落来会到台湾戏剧学院、成功大学等等的学校来演出。记者陈嘉文、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生活报尾啊，来关心台北捷运万大线 LG11站是设伫新北市的土城，因为调整路线了后，正挖徛街甲土城国小，附近的民众是烦恼生活品质会受干扰。昨昏有去新北的地检署对新北市政府、台北市的捷运局甲环保署提出告诉。守护坚城公园。捷运万大线 LG11站预定地附近的居民甲消防团体测试到新北地检署，对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捷运局甲环保署提告，因反对万大线路线设计伫2018年改变，认为噪音等等会更加影响当地金城公园、土城国小甲人家厝。你要装隔音窗，你要多把隔音墙做得更厚更高，这个补救是没有效的。我们环状线其实已经有很多投诉的案件了。环状线跟我们现在万大线同样都是钢轨的系统，隔音墙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噪音的问题。捷运局一直说地下有板南线，所以不能做了。原始设计的时候，地下就有板南线就在下面，他们的设计书也都知道这个事情。捷运万大线原底提出的设计是要沿金城路行，不过2018年提出新的设计，要将 LG11站刷入去金城公园，路线就靠我主题区甲土城国小，甚至甲人客厝上近只有6公尺。居民烦恼生活品质会有影响，嘛质疑，但是过去的设计未做得，为啥会伫2019年通过核定？当时还没有做细部设计所以相关的非常明确的这些资讯，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整个规划有它的一个进程就是规划，然后设计、施工嘛所以在规划阶段，其实那时候连基本设计都还没有进行。台北市捷运局表示，是因为路尾经过评估，发现过去的方案影响会较大，才会做路线的调整。新北市捷运局甲环保署的方面表示，因为不是主要设计的单位，还要为了解居民提告的内容，目前是无提出回应。记者郭文霞、桂林新北台北报道。
屏东有一个36岁查甫人要疼身体，甲朋友啉啤的火，透米酒青食，食到排不倒，佮去治疗急性的肝炎，险险无命，大医大10天。中医师是表示讲，啤的火补是补，但毋过无经过处理，袂使乌白乱食。烧滚滚的药头啊，壁炉上倒，若是来餐厅食壁炉火锅，有人会特别要求要啉壁火。开只啤台咧，大家养啊2、3啤啊，来只该 OK 啊，佮透一下米酒啊。毋过屏东有一个36岁查甫人，2个月前甲朋友做伙啉啤火，就食歹腹肚，一直落屎。伊家己买药啊食，拢无改善，才来到屏东基督教病院急诊，医生叫是急性肠癌炎，所发现病患的肝指数称悬21倍。抽血发现他一些发炎指数都非常高，那同时合并肝指数也很高，急性肝炎，那胰脏炎指数也有偏高，那他一些电解质也都完全不平衡。医师表示，这位病患无慢性病、无肝炎，可能是壁火内底有寄生虫，也是病菌，造成严重的感染，甲急性肝炎，伊住院10天才出院。一般我们憋血认为它是一个凉补，那它可以清热凉血，还有舒筋通络的功效。不过憋血在使用上，我们必须要做到无菌，还有去除它的寄生虫，这个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中医建议，亲像壁火，拢爱煮过，也是杀菌，上好莫青食。若无身体无保着，煞破病住院，实在算袂好。记者邓家文、赖维做屏东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战火无情。乌克兰有一个护士去互俄罗斯的地雷炸断双脚，险险啊无命。经过4届手术，才甲性命保住咧。伊的男朋友是拢陪伫伊的身躯边。顶一日，2个人伫正人的见证之下，伫病院内底结婚。穿着白色衫，新娘双手抱着新郎，听音乐在跳舞。和新郎抱调调的是23岁乌克兰护士奥克萨娜。进前伫卢甘斯克避难的时阵，当发现有地雷的时阵，就互地雷炸断双腿。И только успела крикнуть «Зай, глянь!» И он смотрит, а я подлетаю. 奥克萨娜甲男朋友维克多交往6冬，无结婚，送2个囡仔。真惊，互2个囡仔看到伊的模样，感觉真绝望，活袂落去。不过伊的男朋友煞都无去嫌伊。最后伫伊恢复健康了后，2个人伫病院举行婚礼，而且伫证人的见证之下，幸福的跳舞。同款温暖的故事嘛发生伫以色列，倒伫白床面顶咧看手机仔的5岁乌克兰查某囡仔卡琳娜出事的时阵，心脏都有问题，原本定期伫病院接受治疗，却因为爆发战争，无法度继续看病。查某囡仔的妈妈带着伊到以色列亚赞病院求助，最后通过以色列非营利组织拯救儿童心脏的协助，伫以色列一间医疗中心做手术。When she's going to be a 20, 30-year-old woman, she's going to have arrhythmia and lots of problem with the heart. So in order to prevent it, we need to close this defect. 这间医疗中心毕竟每一道会对相关的儿童心脏疾病做250多届手术，即马查某囡仔已经伫初二成功完成手术，不过未来就会当甲一般人同款正常生活。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传奇大明星李小龙已经过身真侪冬，也过全世界也有真侪迷将。亲像伫美国加州的博物馆最近举办特展，除了展出伊经典的作品，嘛有展示伊的运动器材甲一寡个人的用品。主办单位是认为讲，李小龙下整作、下阶级，包容力大，才有大影响力。招牌发型、厉害的功夫、速度正紧的双截棍，看到这个经典的身影就知影是李小龙。虽然已经过身150年啊，这位传奇的武打明星对武术、电影、电视的影响有蛮大的。昨晚伫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华府博物馆，最近伫咧办李小龙展览，和亚美重温李小龙的风采，吸引真侪李小龙的 fans。展览的主题就是“咱拢是李小龙”。展出内容除了有经典作品，也佫包括李小龙的健身器材、伊画的图，伫电视剧《青蜂侠》内面伊个人使用的物品，吸引真侪影迷来参观。
very poetic, very spiritual, very articulate with his words, and he meant every word of it. No matter what life throws at you, no matter what adversity, just walk on. 展出的内容除了李小龙的武术甲生活哲学，也呈现出伊跨越种族阶级的影响力。李小龙伫咧好莱坞经历过种族歧视，不过伊依然坚持有教无类，无分族群、无分性别，拢会人甲伊学武术。伊第一位学生就是非洲的美国人。Exhibition here is to see Bruce in those different ways, and then to show him beyond what people know him as, like the stereotypical kung fu master. He's beyond that. And then also, the goal is also to connect with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He was very powerful in how people could relate to him from any different background. We were invi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story of Bruce Lee, and in particular, to share in the love and affinity and respect that the Black community, and then we expanded it to communities of color. 除了静态展览，现场也有活动式的装置，民众甚至当用手甲空手道棒破断。华府瀑布馆讲，伫过去2年因为疫情，RA 定定受到威胁，希望这项展览会当吸引更加侪人来华人世界，减少反亚洲的情绪。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继续关心非洲东北部的伊索比亚，这个国家真无简单，才度过内战，但个即马佫拄着上严重的可汗，土卡病、草白发，动物死亡。根据国际媒体报道，当地人即马生活是过甲真艰苦，交通、食食拢受影响，就连当地的游牧社会嘛强要放弃。这是伊索比亚东南部的索马里地区，这个看起拢是黄土，土骹比甲拢真大坑，连草啊也即要打死啊！四界拢看得到被拍打的动物的尸体。联合国设伫当地领导工作机构估计，这波的可汗内底有将近150万只的牛甲羊来死去，其中2/3是伫个索马里这个地区。住伫当地民众多数是讲索马里的语言，信奉伊斯兰的游牧民族。而所饲的羊甲牛是重要食物甲家庭收入的来源。牛甲羊40岁表示，伊毋知变怎过落去。反新社报道指出，当地尽管长时间可汗，也过每年3-4月也是会落雨，也过近年来气候状况恶化，已经连续3年的雨季，当地雨量是严重的不足。They were trying to recover from the other drought, from the previous drought. They're hit by the second drought, so it make them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cover quickly from the previous shocks. 可汗对着游牧民族造成问题，除了食物严重不足，造成妇女甲囡仔营养不良，也因为无法度得到水草而生活，被迫在固定的难民营住来，造成游牧民族的社会形态特别瓦解体情形。当年也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侵袭到几百万无医疗资源的弱势族群。当细人的眼光集中伫伊索比亚北部，已经结束超过30年的内战甲后续处理。东南部广大的索马里地区，严重的人道危机已经迫在眼前。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水汽的减少，沿过东北部同款有局部大雨，若西半部伫今仔日是好天到济云，高温有27度至30度。这款天气会一直到拜5、拜6的时，有方面的瓦紧，水汽会变热，天气就会变作较无稳定。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有21度，上悬是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